干嘛？我想上厕所。我现在要洗澡呢，憋着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憋不住了，你让我进去嘛。不让你进，你爱去不去。爸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老婆，你冷不冷啊？我不冷，老公，你别着凉就行了。哎，爸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进去了。好了，你们快进去吧。晚安。哎，好。放开！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可是爸爸现在身体这样，搬出去住合适吗？我家就在附近，我们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回来。真的要搬出去住啊？难道你想每天在爸爸面前装恩爱吗？我才不想啊！我更不想。我先上厕所了。哎，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那2个箱子可是我搬的，这2个箱子该你搬了。妈这个那个，哎，少来！我告诉你，你小点声，要是把大嫂吵醒了，我告诉你，没你好过的事。老大他也管不了，行吗？大嫂，呀，搬吧。我一睁眼，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，你要搬家，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？睡那么香，哪敢叫你啊？那你也不用这么着急。哎，我昨天才说的要搬家，你今天一早就把人叫过来，你……那我爸知道了吗？当然知道啊，我跟他说呀，我想跟你过2人世界，他特别高兴。谁要跟你过2人世界？你……大嫂，你多有监督。对。辛苦了啊。那你先搬，我还要上班，没时间跟你废话。我的私人物品不许让他们乱动。小九，辛苦啊！不是老大，这女人可真麻烦啊，光这点衣服就这么多。你庆幸吧，你这就是搬个卧室，你这要搬全家。哎，老大，你那房子够大吗？你装得下吗？放不下也得放，你们辛苦一点啊！我还得去公司上班，待会儿让我放个车回来了再回去吧。知道。走了。睡。哎，不是你怎么一身懒肉啊？睡什么睡？老爷子还在那，注点形象行不行？怎么了？我们是负责保他女儿安全的，你这睡会沙发还不乐意了？起来！那还一盒子没看见啊？搬出去。小九辛苦了。胖子。保安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自己看。在你们车库停了一上午，就被划成这个样子。我一上午在这巡逻，除了停车人没看见别人。谁知道你去溜号还是去巡逻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这车是被谁划的？是你自己划的吧？我停的时候好好的，你的意思我是在讹你们了？反正我没看见别人划你车。嘿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少给我废话！我的车在你们车库被划的，你就得赔钱。
到手不赔了。呵，你这小保安还挺横的，看来我不教训你是不行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进行试水了，可是咱们的业绩还是没有明显的提升。我想，如果真的要推行这个计划，光坐在办公室里想办法是没有用的。这个想法我很早也就有了。作为一个集团的总裁，上一次去自家商场已经是2、3年前的事。既然云总早就有这个想法，那我们就着手去准备了。哎，那怎么了？怎么了他们？段飞跟你说多少次，这层谁让你就上来了？哎，云总，怎么了？这段飞啊，不让上这层，说多少次了，从来都不听。我是来给云总送钥匙的。我们几个保安帮云总搬家。不是你再搬什么，你也……云总，您搬家了？是，刚搬的。云总，您搬到哪儿去了？那条路叫什么来着？云海路。云海路，那正好咱们集团有一间仓库在那边附近，要不你就去那儿做调研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云总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也先走了。好。这段飞啊，从来都不会走规章制度。云总，你看，这不是我们的概念吗？被剽窃了。今天召开紧急会议的原因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。红鼎集团地产广告第一批概念海报，海报还没有推出，竟有2家地产公司推出了相同的概念。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云总的意思是我们公司内部出现了叛徒。据调查，我们公司的网络在今天上午遭到了黑客的入侵，大部分内部文件已经被窃取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冲破我们公司的网络壁垒，看来对方一定是来头不小。廖主任，公司的网络保护一直都是由安保部来负责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交代。我建议在咱们公司内部成立一个监察小组，彻查隐藏在咱们公司内部的叛徒。好。谁呀？进来。段飞，段飞，你怎么来了？